立法院今仔要针对2028年无投团的中会决议来进行表决，那里是拢加急动员哦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表示讲会伫下晡4点半来表决。另外，针对外界质疑讲中会有5大机组无执照，佮违法继续小投团的发电，台电嘛回应指出讲过去9个月哦，台电是无受到任何的处罚。台中火力发电厂防治机讲，有5台兄土团的机组无许可证，要继续伫咧兄土团，这个风波也未收煞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做伙提出2028中火无兄土团，行政院爱随专业拨付一般性补助款，请对应台报告主权基金的进度。3大主决议，南洋车3加急动员，要拼全数通过。很多的这个燃煤发电机，甚至已经许可、已经到期过期的燃煤发电机，通都在发电。那么事实上，这个引起大家非常多的疑虑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案子啊，就是2028中火无煤计划的提案。民众党团伫表决进前大动作找款团，批评中火无照算是合法的运转。民团指控讲，中华气岩是摆进头前，要求中火都要减轻土炭降低空气污染，得到合理的许可，才会当来发电。在民进党强势的护航之下，他们通过了第30条的规定，操作许可证到期，如果你有申请展延的话，则在做出决定以前，他们可以继续什么？他们可以继续的案件操作。台电跟台中市政府目前是各说各话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目前5部机组没有有效许可证就是一个事实。台电的发电机的操作许可，事实上是还在台中市政府的审查过程里面，是他未发照，不是我们故意无照操作。款团支持那边提案2028中火无兄土炭，民众党团强调讲，后续提出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法。因为台电是赶紧回应讲，是台中市政府无发照，9个月以来并无受到任何的处分。也表示要减少土炭进程，都要思考台湾的供电敢是有够。民进党团嘛批评那边是假民生，事实上是政治斗争的提案。51个立院立委会轮流来发言。台中市政府卢秀燕。人是你杀的，你要推给别人。那执照不发给，就代表什么？你考卷不改考卷，说人家是考试不及格。因那另外2项主决议，一般性补助款636亿，也有主权基金的报告。民进党团表示，会予2个案更付自托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